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分享嘅就係臨終前人會經歷5種心理，90%家屬唔知道，第三個階段呢先至係最關鍵。咁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家 Elizabeth Kubler-Ross 嘅研究，臨終患者嘅心理反應呢可以分為5個階段，但係呢一個階段論呢，其實唔一定係逐個逐個按住順序次序發生嘅。咁一陣間都會分享到呢一點，咁我哋就開始講。第一個咧就係、denial 啦，就係否認啦。咁記得我爸爸患上癌症嘅時候，我哋嗰陣時係住喺黃竹坑新村。記得有一晚佢就大喊啦，佢就話誒。我又唔食煙，又唔飲酒，又冇做壞事，點解我會有呢一個病啊？當時係好接受唔到，點解自己會確診癌症啊？而且係非常之後生，咁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其中一個心理上嘅反應啦。咁第二個就係憤怒啦。咁我記得好耐以前喺剛入職防癌會嘅時候，我落病房就探一位婆婆，咁我就遞上我個卡片俾佢啦。跟住咧，佢見到張卡片咧，佢就即係將佢揸巢咗，然後咧一掉咁啊掉咗我個頭咁樣彈咗落地下。跟住後尾。我都好好奇啦，跟住同即係婆婆嘅家屬傾翻，佢就話因為咧佢見到個卡片上邊有一個癌，即係有個癌字啊個名咁樣，佢就好嬲啦。同埋咧佢嬲嘅背後咧，亦都有一個好似我哋頭先啱啱講嘅否定啦，因為佢唔接受到自己患有癌症呢個情況啊咁樣。咁關於我爸爸嘅故事就係、記得佢有一晚攞起一個電鑽，想喺一張台上面轉一啲嘢啦，但係佢唔小心就轉穿咗嗰張台，咁佢當時就突然間成個人好激動啦，向後瞓啦，咁個後腦砰一聲咧就撞落個地下嗰度，咁當時媽媽就好擔心，好驚啦，就喊住咧即刻喺地下攬住爸爸啦，咁。後尾一路長大，一路學習就會了解到，其實憤怒背後係一種無助啦，一種無奈啦。佢嗰種憤怒其實唔係向外或者係對屋企人，而係作為一家之主，一個男士，佢見到自己因為癌症慢慢失去咗佢應有嘅能力啊，或者係家庭上喺社會上嘅角色，佢保護唔到佢過去有嘅能力啊。咁呢一種無法保護重要事情嘅難過咧，好多時候就會變咗做一種嘅憤怒啊。而呢一種憤怒係誒向住自己嘅內心，所以我哋都好希望透過呢啲分享，讓病人啦，或者讓照顧者知道多啲明白啦，多啲去同理佢哋嗰個感受啊，咁樣。咁另外就係討價還價啦，咁喺英文嘅原文就係bargaining。誒記得爸爸離開咗之後，媽媽有同我哋分享就係話，有一晚爸爸媽媽坐喺床邊，爸爸就同媽媽講話啊，希望上天可以俾多3年嘅時間佢啦，等佢可以睇到我同妹妹長大啊咁樣。但係其實爸爸就已經，我相信天上嘅爸爸都聽到，其實爸爸佢非常之叻。醫生雖然話佢得3年嘅命，但係其實佢足足活咗超過一倍。爸爸活咗6年嘅生命，睇住我同妹妹成長咁樣。
咁呢個巴近寧討價還價亦都係其中一種嘅心理反應啦。咁有關 depression 就係、誒我哋避免係去即係叫佢你要開心啲嚇，諗啲開心嘅嘢。咁其實喺生物學嘅角度，其實唔係佢哋唔想開心起嚟，係佢哋真係做唔到。咁其中一個嘅表現就係突然間冇晒 motivation，冇晒動力，就好似以往咧可能係好中意打籃球嘅。但係完全冇動力係去攞起個籃球啦，甚至係着起波鞋落街打波啦，係即係冇咗呢個 motivation 啦，冇咗呢個 energy 係去做自己曾經好喜歡做嘅嘢。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反應啦，或者我哋係可以睇到嘅事情。咁另外就係接受啦。誒，我最記得就係有一位婆婆，佢係非常之 peaceful 嘅。咁佢喺傾談過程中，佢同我分享話我都唔擔心死亡嘅，因為我有信仰，我咧相信神咧嚟會係帶自己返去天家咁樣。咁當時成個病房係，你係好感受到嗰種氛圍嘅，你係好感受到婆婆佢從佢內心深處散發出嚟嘅嗰一種平靜啊、安詳啊咁樣。好。咁呢個理論咧就係、出自 Kubler-Ross 嘅一本書啦，On Death and Dying 啦。咁我都好開心，即係喺台灣讀生死學研究所嘅時候咧，買到佢嘅原著啊咁樣。係咁頭先一開始就會提及到點解誒叫做階段論，但係又唔係一個 step 咁樣呢。我記得曾經喺一個喪禮入邊，有一位失去咗丈夫嘅太太就問佢：阿峰啊，我咧都有睇一啲關於哀傷輔導嘅書啊，咁我係咪真係會逐個逐個階段去經歷完呢5個階段，我就會好返啊咁樣？咁我記得喺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嘅時候，有一位好好嘅教授叫做蔡昌雄教授，佢就同我哋分享，佢話任何理論佢砌得幾靚都好，幾宏偉都好，佢都係一張地圖嚟嘅。佢當時就問我哋：你哋有冇俾 Google Map 老點過啊？咁樣。即係如果我哋將嗰個地圖當成係真實嘅時候咧，我哋反而係可能會迷路。我哋要即係要 remind 就係呢個理論係一個參考啊咁。而 Kubler-Ross 咧，佢亦都曾經講過佢係有後悔過嘅，因為佢即係有好多人咧誤會咗呢一個係一個線性嘅階段啊咁樣。咁好多朋友可能又會問呢個唔係哀傷5階段論咩咁樣？咁其實一開始咧，Kubler-Ross 係透過好想了解臨終病人嘅一啲心理反應嘅需要啊，而演變咗一個叫做哀傷5階段論啊。所以亦都有啲朋友會叫做臨終5階段論咁樣樣。咁去到頭先講就係一開始就係分享其實每一個階段都重要，或者每一個情況都重要嘅。我哋去認識呢一個臨終5階段論，並唔係為咗要即係批評對方啊，或者批判個病人啊，而係讓我哋能夠多一份嘅了解，多一份嘅明白，多一份嘅同理同埋接納。當病人能夠感受到我哋係明白佢嘅時候咧，個關係就可以建立得好好。咁特別想 highlight 嘅就係憤怒期啦。
其實憤怒其實係一種求助嚟嘅，係佢好需要人哋去幫忙啦。咁我哋係可以從呢一個角度去詮釋，同埋好想再分享多次嘅就係好多癌症病人啊，或者臨終病人嘅憤怒，佢唔係佢唔係對屋企人，佢唔係對醫護，而係佢冇辦法掌握佢最重要嘅嘢，就係佢過往可能嘅能力啦，而最終極嘅就係佢冇辦法再好好去把握佢嘅生命啊咁樣。希望大家能夠係去多啲明白啦。多謝你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